哦，听说这里有戒烟门诊啊。聽講呢位有戒煙門診，有的，请问阿伯想要戒烟吗？是哦，阿爸，你想要戒烟係嗎？是哦，阿爸，你想要戒煙係嗎？哎呦，现在每天抱孙子，为了孙子好，想要试着戒烟。你下當然男孫，為到孫想我來戒煙。你下當然男孫，為到孫想我來戒煙。可是好难戒掉啊。不過伊難戒呢，阿伯，到我们卫生所挂戒烟门诊。阿爸，來我哋衛生所掛戒煙門診。阿爸，來我哋衛生所掛戒煙門診。不用挂号费，每次只要繳交不到200塊的藥品部分負擔。唔是掛號費，達到繳卡唔是200塊嘅藥品部分負擔。唔是掛號費，達到繳卡唔是200塊嘅藥品部分負擔。有很多人啊，就是靠這樣戒煙成功呢。有當人是靠安尼戒煙成功呢。哦，吃药就能戒掉嗎？吃藥時的戒不了，我爸爸說，交朋友靠真心，戒抽煙要耐心。我爸講，交朋友靠真心，戒食煙要耐心。我爸講，交朋友靠真心，戒食煙要耐心。我怕我的毅力不夠啊。我驚我無法度堅持落去呢。您不用擔心，來參加我們免費的戒煙班。是少，來參加我哋唔是收錢嘅戒煙班。是少，來參加我哋唔是收錢嘅戒煙班。會有專家來教大家正確的戒煙方法。我有專家來教大家正確嘅戒煙方法。戒煙期間要怎麼飲食跟運動？戒煙期間要用順息同運動。哎呦，還有戒煙班，好特別哦。還有戒煙班，很特別哦。可以跟其他想戒煙的朋友互相打氣呀。是的，同想戒煙嘅朋友互相鼓勵呀。阿伯一定能成功戒煙的。阿伯聽說是的成功戒煙啦。好的，為了孫子，我願意試試看。好，為到孫，我要來試看看。依萍都很關心您跟阿婆。依萍當關心唔同幫妹。上次才來問檢查的事情呢。真的嗎？上擺將來問檢查嘅事情呢。有樣冇？是啊，阿伯記得要找時間。係啊，阿爸記得要簽時間。來做口腔黏膜檢查哦。哦，上了年紀要做檢查都會特別緊張。多謝咧，我做檢查都會當緊張。阿伯，不要擔心，檢查完了就心安。阿爸唔是少，檢查牌是較安心。身體健康才能讓家人放心。我看人將會放心。好，我再安排時間來檢查。
好，我將個安排時間來檢查。好，我將個安排時間來檢查。